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是冯峰啊，冯妙莲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永寿寺、莲花山大天坑，你都忘了吗？叶博士，你认识这位小姐吗？小姐，您真的认错人了。佳叶，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呢？你的长相和佳叶一样，你说话的语气也和佳叶一样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？小姐，我叫叶佳，不叫佳叶。您再找别人问问吧。佳叶，叶博士，开会时间快到了。就是佳叶。小姐，我还有个紧急会议呢。叶佳。博士的行情真是好，常常有女生跟他搭讪呢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现在女生搭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。你看看这个，跟演韩剧似的，估计啊又是一个叶博士的倾慕者。叶博士刀枪不入的，他们也不想想，这样就能钓上叶博士啊，真是白费心机。不过这样的男人我喜欢，不花心，不花心也轮不到你。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过来了，你真想死我了。我也想死你了。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呀？都消失1年了，你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你说我消失1年了？对啊，我去丽江搞创作去了。哎呀，不就是搞那个什么创作吗？你说你还非得找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不就是写什么网络小说吗？你们这些小说家太不靠谱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闺蜜吧？你说，你总得告诉我一声吧，让我一直担心。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行了。哎，你说有人受伤了，谁呀？你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啊？你就别提了，我都快倒霉死了。看你这样，像你们俩吵架似的。到底谁呀？一会儿再跟你说吧。好吧。哎，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朋友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好了，只是皮外伤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刘强，你说今天那个女孩，怎么看上去那么面熟呢？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样。想找你搭讪呗。现在的女孩啊，为达到目的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觉得不像，就是感觉在哪儿见过一样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她估计就是个喜欢你的女粉丝。哇，峰峰，你好有眼光啊！这个男的长得好正点呢。你可真重口味。狗皇帝，你醒了啊？此乃何地？这是医院。医院乃何地？你没事吧？医院就是给人看病的地方。就是啊，医院都不知道。你是何人？那是我朋友。那是我朋友。脑子有问题。啊！
死你们居然敢谋害朕，把朕绑成这样，还流出血来，你想弑君吗？你干嘛？狗皇帝，给我躺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冯峰，你那是什么朋友啊？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就是一个演员，这不刚演一个皇帝，入戏太深了吗？那你可赶快通知他家人过来接他呀！你自己也要当心点儿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吓死我了！这些钱你先用着。老板那边催我交策划，我先走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不够了就打电话告诉我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猪猪，谢谢啊。废话真多。居然敢用利器来扎朕的手！刘强，病人住几号房？害朕！哦，住5号房间。是哪一点对不起你？竟然要弑君！先生，先生，佳叶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你居然还没死！你干什么呀？放手！放手！先生，你冷静点儿！先生，我叫叶家，不叫家业，我是这里的医生。目前看来，你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我会找相关的医护人员过来为你检查一下。小姐，请你先稳住病人。你居然对奸夫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眼神！你醒醒吧，他都已经说了，他不是家业。现在是21世纪，不是你那个时代，是我的时代。以后你如果再见他，朕就杀了你！盔甲呢？还不快伺候朕更衣！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哥，哎，我撞的那人出事了没？挂了吗？你说你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万一出点事怎么办？哎呦，我不是诚心的，我正开车赶去剧组现场，谁成想我前面突然出现一个穿盔甲的，这不是要吓死人吗？哎，你说现在的演员也真够敬业的啊，这下了戏，戏服也不脱，诚心吓人，也没人管管。你呀，3天2头就非得惹点事儿，怪不得爸妈一直担心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跟我唠叨爸妈的事儿啊，千万别告诉爸妈。哎，就这么走了？啊，人没坏就交给你了。嗯。哎。袁林，朕要回宫。